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，但如果持续性的视神经病变，损坏的视神经产生对应的视野缺损，也就是青光眼，恐惊会造成永久性的视力丧失。台南市立安南病院眼科医师林家珍表示，青光眼的风险因子包括年龄、高眼压、家族史、甲高度的近视等。青光眼的话，它主要是因为眼球里面的压力超过眼球可以容忍的范围，所以会压迫到视神经。那目前已知的风险因子就包含高眼压、家族史。那家族史的话，如果说父母亲都有或兄弟姐妹都有，那风险就会比一般人更高这样子。那高度近视也跟最常见的这个鱼角开放型的青光眼有相关性。以成人青光眼来说的话，原发性就是所谓找不到原因的青光眼，大概可以分成鱼角开放型，这个是最常见的。那还有鱼角闭锁型。那鱼角闭锁型的话，虽然比较少见一点点，但是在亚洲的比例也比较高一些些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。那鱼角开放型可能会跟高度近视比较有关系。那鱼角闭锁型通常会是在一些有年纪的，常见是在女性，然后它其实是有远视的这一群族群要比较小心这样子。因为青光眼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，如果一旦被诊断为青光眼，就要积极来治疗，控制眼压，防止视神经受到进一步的伤害。因此，卫福部食药署嘛建议，40岁以上的成人每年应该至少进行一届青光眼的相关评估，尤其有高度的近视、家族史等高危险群，更应该提高警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